光明頂。嗱，你曾蔭權都識講啦。既然商業電台有賽馬，香港電台點解有播賽馬重疊咧？咁啊，下令香港電台唔好播賽馬。好啦，我請問你而家11點呢個時段，隔籬香港電台係咪有一個同類型嘅文化討論節目、清談節目，就叫做港南港北，係嘛？我哋無謂直接推銷啊。咁你係咪重疊資源啊？我喺度講開好好地講開11點，你又喺嗰度11點又開同類型節目。原本唔係11點嘅，吓？原本唔係嘅。喂，大佬，好啦，我呢度手上本嚟有馬鼎盛、譚志強人才濟濟，就俾你嗰樹咧，就叫做咧輕金禮聘，唔係重金，就挖埋過去，搞到我呢頭啲人越嚟越少。喂，你今日仲唔係同我哋爭食，係咪先？淨係隻狗唔狗啊，攝隻嗰啲咧。即係我唔敢講啦，即係嗰啲俾人話係某種精神失常嘅動物啊，即係喺嗰度吠兩嘢。喂，咁樣又以為想起 rating？ 喂，大佬，咁係咪浪費資源？我認為係唔緊要，即係唔係好阻人搵食。呢個世界咧，個餅咧賺大少少，大家食。咁你唔好11點播啊，你9至10啊，10至11啊，或者等我收咗檔啊，1至2點啊。尤其隔離台一個叫老人家叫劉天賜啊嘛，喂，老人家要早睡早起啊嘛，晚晚我呢度咧收咗工喺的士嗰度聽翻，哇，聽到咧有時有啲主持人講下講下。有少少鼻鼾聲咁，仲有一個以年玉貌嘅女教授叫文潔華，我知佢住喺西貢啊嘛。晚晚你搞到叫人1點鐘一個人揸車入西貢嗰度，月黑風高啲度好窄，俾人劫財劫色，萬一咁你廣播處長於心何忍呢？請問係咪？所以今次審計署嗰個報告咪就話，其實就有啲小題大做，唔係呢個叫大事，你又唔去理係嘛？小事咪1年請7、6日春茗。喂，我唔覺得有咩唔妥啊！為飲食業製造商機，係嘛？比起大陸嗰啲廣東省、上海大吃大喝1年6次，少啦，係咪啊？係咪先？話呢啲咁嘅資源重疊，你講係咪與民爭利好大鑊噶？因為如果你做得好，你搶咗我啲聽眾過，我呢度 rating 咪跌咯，收聽率跌，廣告咪少，廣告少，我陶傑下年冇得續約，我冇得續約唔緊要。咁啊好多細噶嘛，阿崔偉恒、阿沈旭輝要上位噶嘛，人哋將來想做智囊啊嘛，咁你而家冇啊，你咪封殺埋2、3個大好青年，將來個大好前途，冇得做智囊咁點啊？所以我呢度咧，即係要借審計處有咩一動，即係向官台呼籲，俾翻條生路我哋行，係咪？即係俾翻條生路俾其他光明頂青年才俊啊，就唔好咧資源重疊，與民爭利，最好咧就效法賽馬 cut 咗佢算數，最好。如果唔係咧，搬前少少，搬後啲咁多，即係唔好摧殘到阿劉天賜咧，搞到你晚晚1、2點，即係呢啲我人道理由啫，人道精神啫，呢個審計處呢個部我話呢個有冇罪？我首先判定有罪先，3宗罪。好啦，講完啦，一陣講我翻嚟睇下審計處報告有冇罪咯。傳出熱線23390209留言版881903.com。